人年龄一大呀，总想穿宽松的衣服，还总说舒服最重要。你每次聚会的时候被别人夸显瘦，你还总下意识的去拽着自己的衣角。其实你怕的不是累，是怕紧身衣服勾出你的线条。一个38岁的妹妹，她衣柜里全是3个叉的卫衣。她说我穿大码的才有安全感。我就让她去试一件合身的衣服，她对着镜子愣了半分钟，突然说：“原来我腰上的肉肉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吓人呐！穿搭哪是选尺码这么简单呢？”爱穿 oversize 的人，他总藏着怕别人盯着我看这种小心思，总是习惯买大一码的衣服，不过是怕别人评价自己不够好。你知道吗？合身的衣服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，你不用藏起来，你的样子本来就值得被看见啊！姐妹们，去试一试，今天就去拿出一件刚好合身的衣服，我在评论区等你来说。原来我不用藏东藏西啊。